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翻下书看福起来嘅阿明谷刘浩明，喺台湾有一群人一点点嘅为到传承我哋客家文化嚟做事情，而用伊哋上演去表演伊啲角色，比如我哋用糖嘅，都可以弹出一啲完整嘅故事。我哋马上放今日来宾，我哋罗志玲先生喺度欣赏，志玲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女部嘅羅志玲。志玲先生其實算是我哋福起來嘅算是老朋友啦，哈，其實唔會老哈，但是朋友算是過去舊嘅朋友，因為佢常常會落我哋嘅節目地方去分享講，佢最近做乜事情啊？但是最近係提講，其實開始做配音嘅角色。我一次要睇做配音嘅一個工作啦，開頭啦。係對乜嘅時間開始做嘅喏？對那麼個時間，應該1805年都開始睇做配音嘅勢頭嘅。可是早期做配音係因為譬如講卡通影片啊，無論講嗰種節目地方嘅配音吧，係咪？係，就最出現係配嘅卡通片嘅啦，再過來就慢慢嚟加嘅戲劇。但是下擺接備啲櫃台戲劇，同啲觀眾朋友講一下好冇？弄擺接備係電視嘅戲劇哦，下擺就是個榮幸可以參與到我哋年輕人我哋天陽嘅配音嘅工作，新年級嘅人吼，我哋以前啲年強嘅時節，嗰時節我哋有級別啲年輕人去遇到我哋咧美濃嘅一個彩體嘅故事一拋出來，但是嗰時節講係華語，吼，但是下擺重新拿出來，希望講以既然係講美濃嘅故事路愛配我哋南西人，還有美濃腔。係咗，因為一個年輕人哦，大家如看過嗰本書嘅話，而係我哋鍾立福先生嘅作品。那鍾立福先生本來係講伊係美濃人，其實伊係大陸關人哦。而寫都係推亞家鍾平妹嘅故事。佢下可能因為年代關係，故所弄簡批嘅華語部分，就由個秦漢屯、林鳳嬌兩個主角來做一個華語嘅部分。然後我哋客家話係上喺娘鎮來配用我哋咧客話來配我哋咧客語版、客語版嘅年輕人嘅一個部分。令我感覺到其實一個有意義嘅事情啦，因為你講也算是我哋台灣咧，算是國語片裡邊一個經典嘅一個天樣，好，但是因為伊講嘅故事係我哋南部美濃嘅一個故事嘛，好，故事入邊真是我重新拍天下有一些困難，好，其實冇請到安泰嘅卡司來做嘅，但是把伊哋咧發變成我哋南部嘅，都講本地主角，好男主角本地講嘅話其實都夠簡單。但是其實選角有部分其實冇簡單嘅嗬。當然啦，一個其實係我哋客串片嘅八本我哋咧勢頭啦，佢係獎勵我哋咧送獎勵精靈姐姐同我講這裡我哋愛來拍嘅年輕人咧。原音版客語版因為我哋要取景，我哋係美濃嘅故事，故所我哋用美濃腔，美濃路上我哋綠隊嘛，伊講伊個做路，伊本地嘛係美濃人，唔過伊個做路係特別發展嘅而北埔腔同南埔腔18位講羅腔下，故所伊上愛唱嚟講聽我哋南埔嘅配音樂，還有伊希望講就係。照我哋綠隊嘅腔，就美濃腔，用我哋南部嘅配音樂來真實來呈現一個行業部分，因為我哋都係講我哋美濃嘅故事嘛，係。其實真係佢重要嗬，因為其實算係一種專業嘅認同啦，我因為講西安，我都依啲西安我都可以乜都可以配，其實嗰種。你講嗰啲嘢，我聽下說，有咩係同南部強哦，冇得講北部人話講，有咩係同北部嘅西安哦，我覺得其實也係對專業嘅一種尊重啦。其實當我人個地方，我哋綠隊雖然講全部都講係南部嘅南西安強，唔過咪咧嘅總條路冇共用嘅巴士嘛，係用我哋即家嘅地方言嘛，尤其美濃嘅片要同我哋一片內部嘅言要冇共用，我也會講講，我講出來係咩冇，唔係真係人美濃人會講嘅巴士，故所我同獎勵兩個人就特別去到美濃因為我哋劇本也愛用伊哋咧平常時講嘅嘅語法來進行啦，要拜託我哋總理部伊哋
这边伊个最细杂个来个总贴明信上，来同安的熟悉伫伊呢这边呢文史工作者哈，文史工作者哈，来同安的来修改安的台词啊，拜托孙沙同安的录伊的音嘿。安尼愈安尼带进来吼啊，男主角嘅部分愈本男主角因会去弹，啊其他嘅演员嘿，同样爱先弹音过后，安尼再开始来录音。嘿，一片阿明哥哦，其实有当初都有嘛有许多也会摇唱啦，但是其实我都想讲，啊绝对唔够，因为吼啊这个很难实现吼。但是因为其实闽南腔有时间谈闽南人讲法，你谈的时候，譬如讲，伊定会讲啊，你讲蓝山吼，你讲蓝山，伊定会讲南山，伊定嗰度呢音会变成了音会变成呢音吼，南山，还有讲。国种，啊，能讲，譬如讲，女仆国种，又会讲女仆国种。有一啲出，譬如講，嗰種你要記有看到我哋，譬如講我哋擺成員咧，我哋咧客家美人飛，我哋咧古著味，又會講間，學間本，無論站慢，又會其實係我哋闽南會貼係會講，我哋其他嘅六隊嘅其他地方吼。發現我講無像啊啦，嗰種其實上我都想到講，我都唔甘意，因為我講法跟到我哋譬如我闽南人客氣啊，即絕對都唔係闽南人。但是其實上你呢度愛去批下嘅真實的闽南人，唔單止去採集我哋那個資料嘛，吼，嗰資料係咪唱線上，伊特別教人講嘅，也要講法嘅時間，闽南嗰邊係樣嘅講法。有啊，古說我哋睇李玉老師吼嘛，個感謝伊同我哋修改台詞吼，嗰度嘅因哋闽南嘅地方人士吼，落來同我哋向下來開會哦，真係來開會，我哋花2年嘅時間，同全部嘅劇本看過一遍啊，錄過一遍吼啊，因為我哋本來想講，我同蔣玲這2個人想講，我哋當場學起來，下後。冇辦法，冇辦法噃，冇法度啦，冇法度。現代嘛冇辦法學個。因為嗰度頭都後面講嘅乜啊，呢，唔講比如講頭都講嘛南山，因為講南山嚇，但係因為個呢一定要轉成呢，冇呢拉嘅，又未講拉嘅呢，一個就冇一個100%嘅確定性嘅嗰種人呢。想講啊，算嘞，我哋好嘅啊吼，應該規嘛會調標嘿，因為我哋先以熟悉因哋嘅引導，規去行開再來敲我們所有的批音嘅時間，一時間也有一差嘅時間，佢說就算我更加講嘅學起來，我冇一個用嘅時間啊嘛，一定會調標嘿，我哋都拜託怡玉老師講，那怡玉老師拜託我哋試下6年音。啊，規個時間我哋彈嘢演吼，啊可能用音標啊，也係講本個配音員先彈一遍，係按先記好來嘅演吼，啊最主要就係講頭都唔講嘅個間啊吼，係嗌間啊吼，也個我哋睇配嘅時間，就是做闽南嘅角色嘅時間吼，即個都會上到吼，不過下上面也希望講吼，既然係闽南腔。就用闽南菜批的人來批，就一般就我哋有在有唱素人演員、素人配音員，一部分係我哋專業的配音員，一部分都唱嘅素人的配音員來向下來進行一個配音的工作。係，真係冇按你都講，等於你講要把呀位算是一個經典的一個天樣吼，變成我哋載體的一種對話方式來看的話，其實我相信在看的時間，然後真係後來伊開始真係做下批音批下，我再重新看，一方面是也故事喺我版寫過細都看過嘅，我只是冇想到哇，其實品味好美哦，因為當然啦，林鳳嬌嘛，你講到品味好美哦，但是其他。嘅品味嘅開始講法時，你用嚟嘅闽南腔嗰時，你發現到講嗰種接拳嘅長度又夠拳嘅，好嗰種聽見到講有用到素人演員，我覺得素人呢，伊個配音員呢，伊個其實都講，伊都幾單純啊，好，伊都乜嘅聲音都乜嘅聲音，乜嘅角色都乜嘅角色，好，伊唔會像人哋專業，有時就會介下乜嘅聲乜嘅角色，但是素面嘅角色都真係都，伊用也聲音表演伊自家啦，好，都等於。
个群的一种角色的表示。但是我们感觉到讲，有时些有时个感觉到个无感情，但是还是算是一种表演的一种方式。好，可是其实我感觉到讲，那当初戏的时间是没迷的配音员入戏嘛，哈，冇可能嘛。一年一个时间。可是问题当初的配音的时间，譬如讲也要角色，好，譬如扮演的时间，伊还没有现场，伊也要角色面容强样讲。一个就两班的工作。一摆两班，其实中两班就会讲你这。我係負責南部的配音員的一年的時間啊，還有聯絡啊，還有一推那些交通的事情。將你會先同所有的樣片看過以後，台詞全部錄本人的吼。雖然講人的係專業的配音員咯，吼，但係講你這嘛，佢伊即個做事情啦，吼，佢要求講，人哋要先聽人上嘢。所有的專業的配音員，即個嘛要先記 demo 帶，本將你這去聽。將你這意思是講啊，吼，人哋即個專業的配音員，吼，伊會先討講，台詞個到位啊，也係講情緒上面較可以展現的吼，就幫人哋專業的配音員。再過來就係素人配音員，因為伊哋較無經驗，可能人哋錄不完嘅。台詞個社會角色吼，他跟你那麼彼此折磨啦吼，按你講嘅後面都啲啊意思嘅啦吼，好，那故說講你這嘅係要同人講，個拜託我同人哋南部嘅配音員個說，對人講。唔因為每年個是蛤蟆嘅角色，當然唔係講上愛路愛，好一堂人上嘢，同嘅角色嘅配對，吼，又是蛤蟆，還有像人哋專業嘅配音員，吼，人哋南部嘅配音員講，他跟你上去參加麼？一個難得嘅機會，當然他跟你過上去參與啊，咁拜託，即個要先見，即個demo帶，台詞先本，吼。天陽也本咯，而且看一遍咯。唔上嘅片碼嘅部分咧，如念記嘅嚇，伊嘅角色嘅部分咧台詞，先記到我哋會有啲群組也係講時代下基本嘅，我在基本將你去談，而談嘅以後過後，而因為一個角色較適慢嘅，一路來選一個角色。大部分我哋一片先決定好嘅以後。講你這個在去可能是講，那條嘅角色在去本素人演員，在去不用你做一啲海選的活動。對，你講你托佢哋上映過適合嘅啦。但是我哋咧志玲先生吼，伊唔單止係兩班咯，其實伊底背嘛有個角色。休息下我下一堂節目我就諗同講。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內埔嘅羅志玲先生，同我哋分享講有個配音嘅工作。我都想問一下，因為其實都有講過，其實睇一個影響人嘅天陽地波有啲角色嘛，嗬。係錯。係乜角色啦？阿嫂嘅角色。阿嫂嘅角色。問題係我從來我以為講，像頭先講蔣玲其實有個湯定嘅聲音嘛，嗬。然後伊答講係有個聲音，大部分係用嘅一個角色個市場。可是問題係。角色同聲音一部分，我認為答，一個主觀的東西啊。當然就有兩班這個去決定的呀。我哋一般用原音咯，用這個本來聲音，冇再變形過啦嗬。一個戲劇同我哋卡通其實個題目相同嘅一個，我哋講法一個夾。對得到嘴比較重要哈，當然嘅情感方面，會表達得更細膩。然後這個講你這個就親有求人咧，伊嘛因固定嚟講，其實慢慢也可以再嘗試看看啦，哈。那每也做得啦，因為有一個天明先生嘅。老妹啊，還有做乜嘅角色咧，我都可以吃，可能是，還可以都常常講，那
还是还係唔嚟做阿叔都好嘅。講精彩，因為點哦，我片到嘅角色其實對我哋咧壓力其實也幾大哦，尤其一個人鄉人喺睇緊嘅嗰啲嘅天陽吼，加斯皮亞姆吼，我下一個面子啦。其實有參加都幾好呢，真係有史詩級嘅一個批演嘅工作。等於如果我哋算是我哋客家歷史地步，T8我哋80年來嘅一個人鄉人去批成我哋在地嘅閩南腔嘅客家，我相信。有咩工作要參加，我都感覺到講，哦，迄什麼要嗌命嘅。哎呀，個叫我係啊，都係廠工講，喂，起嗌啦，我話就咁樣啦。咁講係上將你我哋做兩班嘅人應該會底下講，一個人可以發揮到樣嘅角色嚇，像阿叔嘅角色啊，就有失敗，有媽媽嘅嗰種溫柔感，但係又有那種很強悍的那種長嫂如母嘛，一個有嗰種個精明果斷嘅嗰種嘅感覺，這個是感覺冇啦嗬。但係他喺一年睇堂我哋表現出來嘅聲音講，哇，今年真的很會挑角色，說那個志玲那型嘅聲音一躺入來就是那種。很精明，就話個強卡嗰種嘅角色，係講係哦，我呢個模擬。有部分我咪感覺到講，照嚟講，唔知個應該愛，我即個上啦，唔知個應該愛演戲嘅角色地位，你嗱會雖然講用人本意講，但是呢演戲嘅角色都要按你算是按你情緒嚇工作按你發，但是你等於你講朋友有感覺到，但是你這個有冇感覺到？冇，但係我會照等佢劇情啊，去講啊，比如講，總理府幫伊爸爸大事件，所以看講，哇啦，誰說冇再講嘅啦，就是有那種勸的口氣呀，然後又要勸爸爸不要生氣，說阿爸冇再看呢，就有那種嘅情緒方面，再過來就總編會買起伊啊，天奶嘅時間，阿叔是講啊，剛開始同講我唔清楚啊，那種口氣又冇腔樣嘅呀，我哋會隨着伊呢個底背嘅台詞啊，還有規個劇情嘅走向，我哋即個嘛會底下講，我哋表揚嘅感情戲。嗰個等於如果其實你即個本地嘅專業嘅配音員咪算是感情嘅部分，已經都算是幾熟練嘅啦。等於如果你會聽到嗰種花絮，如果即個帶感情，雖然講唔即個講感覺到冇按各地講即個有帶按到感情，但是其實人嘅本意再加上唔即個本來專業嘅訓練，嗰時佢一聽得到，哎呦！有真是幾種嘅阿叔，有數到我哋專業要行嘅按多年啦，希望冇太多一個成績咧發行藝上哦，可能嘅獎勵真係會唔會標藝照哦，因為我哋譬如後面有參與過我哋譬如100唔做唔得，200、300、400一定會達到85%啊，最後100%最後係啊。尤其係嗰種翻譯批翻譯，講你講翻譯那一統啦，華語系統漢語那一統嘅話，譬如講翻譯批客話，咦是同樣啊，是雷同，等於講佢嘅速度啊，冇辦法做係。有時候我哋批英文咧，英文講個粒粒長啊，客話可能講幾十歲都結束嘅，冇你講有時就一定講鬼動啊，就查鬼長，但是漢語那一統是佢時期是冇查鬼同。但是都有時講法都講過假。係啊，最主要就會講，譬如最完整嘅就係我對到嘅劇中人的嘴巴，佢嘴開聲音出來，即最甜，我哋聲音都甜起，即係佢來講嘅翻譯真客語，係咪？佢詩唔打白話，我哋即個有假詩，幾麻煩咯，幾點麻煩？嗰種即個算是有專業背景啊嘛，嗰種冇充眼專業，冇得講，其實嘛講呢啲冇叫冇得講素人，幾時就咁樣去折磨他？因為其實素人演員其實拿到一個可以得到一個角色該歡喜嘅，真歡喜。佢下海選嘅時間他講我是冇去到現場啦
毋过通过几多人去报名嘛，希望个推也上映吼，留在喺大荧幕前面哦。毋过今年这个也是为堂上映，伊有上爱用诶人咧上映，伊都爱同俺嘅八通公司来讲，啊，还有爱联络人就会挨来做，吼，嗰种来做挨南部嘅2班嘅工作就会。伊本来名单，啊，我去推联咯，啊，就推讲，哎，恭喜哦，你一摆吼得到一个角色咯，啊，记得呢，家下吼就推人讲，谁来就谁来角色，吼，啊，谁么都托谁么角色，啊，你即个如讲哦，比如讲，迄50人生日，你就可以托。阿哥的角色啦，爸爸的角色啦，吼，啊，嗰後生嘅你就看你想要用嘅，啊，當然人哋有餐廳講有哪條角色，你就去吃過後，將你這一堂嘅名單本來，都開始打電話嘅，嘿，啊，開始都排時間嘅哦，人哋愛錄音室批印嘅時間愛排出來嘅，人哋嘅下當4日嘅時間。全部批核。本來我想問講，咁拿到名單，我通知迄個係，拿到名單通知迄個係都係1966係4日啊。4日全部係6核。可是問題是，4日地方有啲人唔係專業嘅呀。嗰種人哋會選比如講吼，人哋講吼，對拜4、拜5、拜6禮拜。好，我哋有4年時間，我哋時間會同所有嘅批人講，對9點開始做事，嚇啊1年就本2點鐘嘅錄音嘅時間，批印嘅時間就錯嘅，嚇啊可以幫到，我記得我哋家下有幫到啱補條9點，係就看太間嘅時間，啊當然我哋素人演員全部對面龍過來嘅。係啊，因為有啲人去上班嘅喲，嗰度其實也擺嗰度，人哋咧高中嘅啊，學校嘅主任啊，係全部都嚟同人哋參與嗬。啊，因為20條條工作㗎，從比如講人哋平常時，因為去上班，拜六禮拜，因為人可以來，我都同人哋南部嘅專業俾批人講，你喺即個做調解呀，嗬，又係個可以按補條可以過來批人咧，嗬，因為人哋批人實體平等嘛。較權嘛，對我哋嚟講較權，對面農嘅鄉親嚟講特別。我都講拜六禮拜拜託留本人嘅素人演員，係啊，當然我睇團嚟聯絡嘅時節嗬，我會同人講嗬，我先同人講一下嗬，嘅批嗬雖然講2點鐘嘅時間，但係可能還會再綁改長一些些咯。我唔講同佢講我會綁到4、5點鐘，我講啊嚇到伊人啦嗬，我講可能再會綁長一些些，啊再過來咩一次 OK 哦，係。問題係你這個4日吧，有聽100幾批啊？冇啊，100就會退6核啦。嗰時我哋會先同素人演員先講啊，講5日轉來吼，唔是在做聽1轉，但係2點鐘，唔係講我真是同講2點鐘到2點鐘結束，冇可能嘅事情，可能有可能我哋有口水音啦，再來吼嘅飲唔爭啊，又還會再重調來哈，再過來情緒沒有到位啊哈，可能又還會再重調來啊，唔係講唔知咁冇喎，係因為某一些的因素哈，而且對你打預防針呢，我選朱砂啦，錯，有人會講，我醒我講唔好，真是有人講，不好意思，老師再重了100好冇？啊，係咩話講啊唔好，啊，係喲，就是會打擊你啲冇。係，我哋講唔係，唔講下句嗬，可能偷偷嘅踩過去嘅生意嗬，環境音嗬有影響，又係個，偷偷可能有靠到做嘅啊，生意順利去，嗰時再衝到100嗬，啊前面那個預防針，我跟他至少團嘅朱砂係，喺冇法嚟到錄音室個等人講嗬，可能我哋已經關聯啦，就一定要。管那睇嘅一個人的空間，哈，啊，攞杯是坐啊4個人睇裝燈睇講，壓力個太啊，嗰時候我哋邊那個我會先對前面咧，先講清楚，先講清楚來哈，啊，再嚟對講，啊，先生，我哋下禮拜錄音嚟哦，我拜託下禮拜嗬，我是人嘅，
哈，啊莫因公吧，改皮哦，冇动到。做，嘿阿婆用这个蛤蟆改哦哈，啊可以是碰大海的哈就可以是了哈，啊尽量哈保护好人家嗓音呐，嘿，安尼许多现场哈一次 OK， 嘿。我真正係咧改專業嘛，改研究嘅工作啦。所以談到一片我哋講，其實伊對天然嘅批研啊，吼，唔係你簡單一批，其實後背有幾多嘅工作嚟做。有時下我看到隻網我哋賣幾多嗰件菜內容哦。访问过来福起来嘅，上一节目来自我哋屏东女配罗志玲先生同我哋分享讲天养年轻人咧，伊哋重新批研嘅过程。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你这个其实讲你这个系领班的嘛，吼，那地讲其实最近领班嘛有新嘅洗头，希望同我哋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希望用个乜嘅洗头啊？头头我哋讲嘅年轻人哈，其实真是重量班喺奖励啦，吼，俺当夫妻哈去敲那个批研的时，批研的时间啦，吼，还有一些头头嘅心理建设吼，嗰邊種吼，其實係獎勵在嚟種的啊，而且要求所有嘅情感那些啦吼，弄排有接過嘅批研也係講帶新人嘅吼，嘛係我哋學會嘅娃娃嘅節目，係帶新人嘅出去了，我哋請我哋小朋友來批我哋客家話。小朋友呢，我哋都要求伊來同音就好了，只要同志的聲音就好了哈，唔是講一定要有某個情緒的表達，然後也係講一張啦哈。嗰種給他你咪講做兩班個強數，不過呢一擺接到一個洗頭吼，真是見識到吼做兩班冇強數哦。做嘛咯？因為個帶新人應該夠麻煩啷錯噶。帶新人夠麻煩係因為我做的講一字一句的教嘿，其實帶新人。像鸚鵡式仿說，我講一句，伊就聽到一句吼。個情況嘅都係人哋錄音師啊，伊要按嚟去剪輯，係錯係。一擺呢嘅接到一個係人哋選角節目，太年帶等太年去到各地吼各國吼去行。迄個國家嘅一個歷史嘅故事吼，一個就唔係新人嚟喲，就由我哋呢職內人吼來做對嘴的批研嘅工作吼。咁接到一個洗頭嘅時間呢，第一個兩班都會先看過嘅，全部嘅樣片會先看過以後，要同我哋呢時間標出來。一個劇本地方呢，一個一時地方，有一道嘅角色，比如講主持人啦吼，本代嘅主持人還有旁白，而導遊吼，有一道人吼，反正一個如果我哋兩班這個會先列出來，再過來我哋談上映講，那一批人佢適合一個人嘅上映，故所呢，所有嘅前面嘅前置作業其實幾多。談好了地過的，因為其實有時伊的樣片10多分鐘，吼，甚至20分鐘，那伊我哋講拖出嘅時間真係幾麻煩，好，然後第二天你講，那伊講完個東西，然後喺某個人時候要上映，其實都挺麻煩的事情。第三嘛，如果你真係錄音嘅時間，雖然講後來可能你都請唔到專業嘅人，但是其實嗰種講唔係強下嗰種漢語嘅嗰種內容嘅。伊個講法長度都冇多相同，尤其一擺係嘅國外樣片，係伊講英文，係講暗藏，佢講我哋一看到我哋客家話，就只有意思辦的話，都短短的一句，不過我哋偏人講係嘅劇中人物最係睇開啊，但確實唔老白，我哋即個可以再加詞嗬，一個兩班的工作就係唔睇到卡，即個要寫。看一遍，這個要先講一遍，當然啦，唔係講佢10分精準，因為我哋編嘢，而講話速度同埋冇聽錯共樣，像後面都有批過嘛，我感覺到後面最厲害就係伊聽到人哋所有嘅角色，
本来见识到真的同步口哦，因译。为其实讲啊，你要求讲，伊迄么可以表现的也英文原本爱读，因为伊等于讲，当初录音的时间，我有2个声音在读，我有读到英文音啦。可是我读的我读的英文音，他要讲一滴讲到哪的，但是问题还是讲几段的呀，佢几麻烦，有些几段伊啪啪几讲几夹的，我那客法根本听唔爽啊。故说2班，唔但将前面闲置作业，每日批研睇批研的时间，我哋去坐下睇神后，坐下睇 no boy， 嘿，哎呀，激发嘿研究嘿嘞，我哋讲哦，不好意思，再重来一次，嘿啊，一个上一听啊，可以较远一些嘛，嘿，啊有一些比如讲银行路啊，美国，哦，用cat 散的嗰種聲音，感覺到人家種個情緒一毛出來，故種我哋睇前面睇前置作業時間，因為劇中人物他如果有反應，好，我們就會在旁邊那個台詞旁邊後面加一個反。那個就叫做反應，那你懂個反應有可能講以開山哦，個他在喘息的聲音，也係講以睇那哈，有的人會標得很清楚，叫做笑反，哈或者哭反，但是一律我們錄下反應就錯給啦哈，都是這配音也會講哦，可能到一個黑體某個反應，哦也係講2班會講，下一段哦，下一段要做反應哦，是哭哦，哈。就即隻段片人，你就即個講一個哦，下一段我就開始去做某個情緒的反應，嘿這些都是前置作業2班去做的事情，嘿有啲片人會想講唔可以樣片先幫我看望，故意做一啲功課，嘿有啲會講唔，我會壓啲個拍，到現場嘅人在度同我講，當然啲台詞先不易啦。有的人係講唔怕啦，故意嘛冇閒看啦，我哋就當場來就直接直接看一樣嘅片，你就直接同我講，冇錯，你就等於講，我就會約出去導演，我樣嘅講，唔樣嘅做就錯嘅，冇錯，其實有辦法，本來伊哋過睇伊哋學習啦，因為其實有時間我哋譬如講我哋做廣播嘛，我哋做電視台主持嘛，我們講話佢自由啦，想要講乜我都講乜嘅哈。但是真的要批音的時間，就真的有啲時間嘅限度嚟嘅，然後同時間要有感情，好，無論講要有反應，有其他時間嘅限度嘅樣事情，其實你真係感覺到，感覺到個困難。因為對，如果你這個要講嘅話，你幾幾雜時，有時間哈，真的是講錄到差唔多1點鐘嘅時間，你想講我到底會講客話冇？真的，我都感覺奇怪，還是會講客門，我都一記翻呢6個4、5百，還是想講，我都嗰種同我媽講，我媽還是會講客門，怎麼一記翻6個4、5百，然後同時又唔會講幾難嘅東西，然後呢唔錯又唔錯，然後咩時間冇達到，冇都講感情又唔錯，然後有時都想頭都唔講嘅，有時啲語嘛嗬，發到4百以後，我都發現講。咩人嚟發言啊？睇一邊人哋會想講，嗰當然對配音員嗬，應該都講，嚇你配音員有得講下路做得嚟做配音員嗬，人哋睇一邊會想同大家澄清幾件事情嗬。第一咧，人家客家話平常時睇講冇唔錯，但係牛照真係唔知幹嘛唔對。好比種我會講啊嗬，小朋友最會發生嘅嗬，捱氣慢熱。嗰度小朋友講奶氣，學一個家長係無斷聲人講，人家發現唔錯個，伊都奶，一次都落都還會奶哦，除非真是伊即個意識到講，我係講唔錯嘅，伊即個會轉過來再過來都係講，冇見過都講客家話，講個順溜就好嘅，唔會批客人哋嘅衝突，還有佢當然講法再唔會開。應該嚟講唔係我哋平常時講翻談係都好嘅，睇我哋做配音員，唔講嘅話，怎樣字正腔圓就錯嘅，佢當然講法都按你嘴巴只有往旁邊開而已，其實你還要上下開，講個清楚本人談，還有尾音要收得很整齊、很漂亮。我想講，可能後面又本來點到一點我咪拜如講，小明不好意思，那個最後一個字，
你太快收了，嘿啊，意思就是讲，嗰当年讲法讲到最尾啊，还结束嘅，就好，整个都结尾就很快速的把它完成。一个躺起来哈，就感觉就这种虎头蛇尾的感觉，啊，个音也收的不完整。古时候我哋马海仔嚟同嗰度搞行业先生嚟讲吼，我感谢人如嗰度嘅生意嚟帮人做批演，但係本人训练各位讲拢土嘅生意呢，吼，嚟到人批演吼，伊即間唔曉得講法。俺哋平常时讲法唔係像弄土按呢，係唔係按一樣敦促按給要求啦哈，而隨着我們劇中人的情緒來講哈，其實喺入邊我係有哪一個目的啦哈，我嚟上呢啲節目就是愛嚟招兵買馬，我也擺做一批呢兩班過後吼，我引提請我哋南部嘅曉得講客家話講個順流嘅。西來嘅批演員，可是等於你講啊，最慢的問題，你想問有問題，加上講啊，啲觀眾朋友今日看到也是有想到講，我咪講個溜啊，講個好啊，話冇本打擊到啦，伊想好嚟做，伊要先準備嘛。其實我真是想要做批演員吼，我哋最聽到嘅就係對住嘅問題，你即個可以睇到下啊，看電視嘅時間同上一關係。很多嘅劇中人，以最快你就看到個字幕啊，再來一個翻譯的能力，就會把你當做行業能力，你這個要訓練這個哈。雖然講我哋當場有我哋呢兩班，我同人講一個按樣會翻，但係我因為這個有一個基本的能力啦，對於兩班，好對於6人時，好都會比較好啦，如果較省時間啦，可是講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即個我想到講，其實我喺客話講，我嘛唔會難，係咪我來試看看啦，做一個批演的工作，好，你都可以去聯絡我哋嘅志玲先生。今日感謝志玲先生，攞嚟現場分享很多安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啊，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再聽我哋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